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。今日咧會講下屬虎喺2026年丙午年嘅來年運程嘅。咁其實屬虎咧喺八字嚟講咧係屬於人，人同午咧係屬於三合太歲嘅，本來咧係幾好嘅，係屬於平穩度過嘅。但係當睇翻個宮位嘅時候咧，發現咧原來今年冇主要嘅吉星入去，相反咧有幾個大嘅凶星啦，白虎啦、子背啦、飛廉啦、大煞啦都入咗呢個宮位。咁所以咧今年咧相對上冇咁好嘅一個生肖嚟嘅。咁講一講啦，子背顧名思義就係有人督背脊，背後犯小人啦。咁另外飛廉咧，亦都係一啲飛來橫禍啦，一啲口舌是非啦，加埋大煞同白虎一啲即時性嘅災禍。咁而喺冇乜吉星去化解嘅情況底下咧，屬虎朋友當小心，特別係1998年嘅朋友咧，要相當之留意啦。因為98年嘅朋友咧，佢今年極大機會會面對一啲嘅同人事之間嘅衝突啦，同埋咧會喺工作上咧會有俾人炒嘅風險嘅，咁所以咧記得多加留意啦。嗱，咁但係其實咧又屬虎朋友唔使太過灰心嘅，因為咧好多嘢可以化解嘅。如果有興趣知道自己所屬嘅生肖嘅詳細運程咧，2026年嘅運程嘅話咧，記得 PM 我哋會盡量解答大家。